Sir，陳 Sir 咁啱嘅。喂，你好啊，喂，你好，咁好嚟探我啊？係啊，嚟呢度睇下你有咩好嘢介紹下俾同學啊嘛。好啊，咁我哋埋喺嗰邊坐低慢慢傾。好啊，過嚟啊。咦，陳 Sir，係。你都幾中意做 gym 㗎喎？係啊，平時為咗舒緩工作壓力，我都會一個星期做4次 gym 咁啦。哇，一個星期做4次啊？係啊，都係嚟呢度。係啊，我會跑下步啊，舉下啞鈴啊，或者係鍛鍊下肌肉咁。呢度都幾多設施㗎喎。係啊，所以我就貪佢呢度夠啲設施夠齊全先成日嚟呢度啫嘛。啊，陳 Sir，其實我知道你除咗做運動之外，都中意睇書㗎喎。係啊。今日會唔會介紹啲咩好書俾我哋啲同學睇下？我咧就個人喜好方面咧，我就比較中意睇日本嗰啲翻譯嘅推理小説。咁我今日就準備咗一本叫做《死神的精確度》嘅書。死神的精確度。係。呢本書係講咩㗎？呢本書咧就係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嘅作品嚟嘅。咁佢裏邊講嘅咧就係關於我哋其實好少接觸嘅就係死神呢樣嘢。咁佢裏邊所描寫嘅死神咧，佢有名嘅喎，佢叫千葉。咁呢個死神咧，同我哋喺漫畫啊、電影所見到嘅死神咧係唔同嘅。即係唔係咩死亡筆記嘅死神？唔係死亡筆記裏邊嗰個好誇張。咩死神來了嗰啲啊嘛？係啦，咁就唔同嘅。咁佢個樣咧係同一般人一樣嘅啫。咁咪方便佢哋工作嘅時候咧，佢要幻化成人形咧。即係佢要嚟到人間。係啦，佢係執行一個任務嘅。咁佢就係收到好似做一份工作咁，佢收到上司命令佢話有個人咧就將會咧就要係失去生命㗎啦。咁佢就要喺一個星期裏邊觀察嗰個人嘅言行同埋佢嘅行為，再去彙報翻俾個上司聽，究竟嗰個人應唔應該死，就咁樣咯。我聽聞呢本書都好似曾經改編成電影係嘛？哦，係啊，呢本書曾經就改編成一部電影叫做《甜言蜜語》，個語咧就係落雨嘅雨。咁因為係個死神一出現嘅時候咧，個天氣一定係落雨嘅，咁就呼應翻。咁大概就會係環繞住書裏邊嗰5篇嘅短篇小説咯。咁裏邊包括嘅內容都好廣泛㗎，即係佢有啲故事係關於啲懸疑嘅兇殺案件啦，有啲係關於啲愛情啦，有啲係關於一啲人情世故，即係我哋生活上面遇到嘅問題都有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本書都好值得推介俾我哋啲同學睇嘅。その男が地上に現れる時はいつも雨。彼の任務は人間を7日間観察し生か死の判定を下すこと。ミュージックを愛するその男は死神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彼の今回の対象者は死ぬ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う？私醜いですから。いや、はっきりよく見えてますよ。まあな。陳 Sir， 好多謝今日即係帶我哋嚟健身室嗰度參觀下喎。唔好客氣。仲介紹一本咁有趣嘅書俾同學睇真係多謝晒啦。我都想將自己嘅喜好分享俾大家嘅。好啊，好，咁下次再見喎。好啊，好啦，拜拜。我送你出去。好啊，拜拜。同陳 Sir 傾完偈之後，先發覺原來陳 Sir 係咁健康、咁正氣，而我呢啲宅男就只能繼續孤身去走我嘅道路。寂寞滿心內，是誰在耳邊輕鼓舞？